艺人黄子佼今天19日在脸书上难过表示，养了18年的爱犬元气已于上周离世。他写下千字文吐露难舍心情，随后女友孟耿如也在脸书上发长文。孟耿如表示，元气走的那一天，突然又接获爸妈的消息，奶奶的姐姐也在当天早上走了。一天接连2个亲人离开，让孟耿如手发抖，差点崩溃。她也对元气喊话，以后记得要来妈妈的肚子里。孟耿如今天在脸书上表示，上周舞台剧首演那天清晨，男友黄子佼突然跑到自己身旁抱住她，并表示元宝，黄子佼爱犬，元气宝贝走了。我马上跳起来，知道这不是梦，我给佼一个很深层的拥抱，然后冲出去抱元宝。突然回想起5年多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孟耿如提到，元气是只非常亲人的小可爱，但这几年体力每况愈下，看着瘫软的他开始排泄身体的尿物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们都以为自己误判了，燃起了一丝希望，才发现是我们太舍不得。好不容易整理好心情，准备舞台剧的演出，没想到又接获奶奶的姐姐离世的消息，让孟耿如崩溃，表示天晓得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。我手发着抖，但异常的冷静，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必须给观众最好的表演，如果我崩溃了会影响到整个团队，我必须得装作没事。他想着，奶婆一定跟元宝手牵着手离开了，可以互相照顾彼此。这几天我和佼都好难熬啊，我一直想装着没事，因为我们俩总有一个人的坚强乐观的带着另一个，佼的难受一定不比我少的。带着难受的心情，日子总要过。孟耿如谢谢元气和奶婆参与自己的人生，也向元气喊话，以后你记得要跑来妈妈的肚子里哟。